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篇，以斯帖记第8章3到17节，启示录19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是荣耀上帝。我们昨天在读经的经文里面谈到一个为了义的主题，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要为了追求上帝的义而存在，因为上帝是因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而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，保罗提到了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受了逼迫，这都是为了上帝的义，都是为了得到基督的奖赏以及基督的荣光。基督徒要得到基督的荣光，必须先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荣耀上帝，然后才能跟主同荣。昨天我们谈到了以斯帖进入皇宫，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个人的荣华富贵。当然我们知道，从一般的女子进到皇宫成为宫女，后来被王所挑选成为王后，我们可以说这是平步青云，一夕之间生命得到极大的转变。但是我们若从整本以斯帖记的记载来看，我们就知道了以斯帖和末底改的心意绝对不是为了要荣耀自己，而是要荣耀上帝。透过以斯帖成为王后，透过王对他的喜爱，透过他们对上帝的爱，对以色列同胞的爱，来拯救以色列民族得以获得解放。以斯帖记第8章3到17节这样提到了整个拯救行动的结果。后来以斯帖又匍匐在王脚前，哭着哀求王，请王制止亚甲人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阴谋。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，以斯帖就站起来说，我若蒙陛下的恩宠，陛下关心我，觉得我的请求是妥当的，就请下一道谕旨，撤销哈曼发出的命令。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发出的命令是要灭绝国内所有的犹太人。我怎能忍心看着我的同胞被灭绝呢？我怎能忍心看着我的亲属被杀害呢？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太人末底改说，就这样办吧。为了哈曼杀害犹太人的阴谋，我已经吊死了他，又把他的财产给了以斯帖，但是用王的名义发出通告，上面有王的印，是不能撤销的。不过我准你们按照你们的意思发通告给犹太人，你们可以用我的名义发出，并且盖上王印。于是在3月，就是西湾月的23号，末底改来招来王的书记，要他们发通告给犹太人，以及从印度到古时共127省的省长和行政官员。这通告是用各省的方言和犹太人的语文写的。末底改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盖上王印，颁布这份通告，并且命令送信的人骑上皇家最快速的马去传递。
这通告说，王准许各城市的犹太人组织起来自卫，无论受到哪一省哪一国的武力攻击，他们都可以反击杀戮灭绝那些人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可以灭绝，并且夺取他们的财物。这通告适用于全国各省，在12月，就是亚达月的13日，原地杀灭犹太人的那一天生效。这通告像颁布法律一样公布出去，使各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这样犹太人可以准备好在那天向他们的敌人报仇。于是送信的人奉王的命令，骑上王家的快马，奔驰传递通告。这通告也在首都书珊公布了。末底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，披上紫色的麻纱的披肩，戴着金的冠冕，离开了王宫。书珊城的街头巷尾都充满了快乐的欢呼。对犹太人来说，这真是欢喜、快乐、欣慰、光荣的事。王的通告传到各省各城，犹太人读到了，就是充满欢喜、快乐、欢宴放假来庆祝。许多当地的人因为怕犹太人，就入了犹太籍。这正是危急的时候拯救以色列人的大行动。末底改得到国王的允许，受命发出通告，解除以色列人灭绝的行动。这是上帝及时的拯救，不但是以色列人全数得救，我们也看到记载，住在众多巴比伦所统治的人，非犹太人，他们都选择来归化犹太人。这不但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情形，就以这个近代的政治情况历史来看，也是非常罕见的。一般我们看到有大量归化的人口，其实都会出现在一个强而有力的集权统治的体制之下，而受统治者为了生活上、政治上，甚至经济上的能够得到改变，都会选择归化，跟统治者一样。就如早期台湾的平埔族都被赐了汉姓，近代的原住民也被强迫取了汉名字，后来是到了民进党执政之后才获得正名的机会。但是亚哈水鲁王所统治的巴比伦国度，众多的非犹太人都选择了归化为犹太人，这其实是一个神迹啊，是上帝的荣耀。约翰在启示录19章第1节到第4节，他这样的提到：这以后，我听见有大声音，好像天上有一大群人在呼喊：哈利路亚！救恩、荣耀、全能，都是从我们的上帝来的。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为他审判那以隐形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惩戒了他杀害上帝仆人的罪。他们又一次的呼喊：哈利路亚！焚烧那大城的烟不断的往上冒，永不停止。于是24个长老和4个活物俯伏敬拜那住在宝座上的上帝，说：阿们，哈利路亚！天使在天上大声宣告上帝将来的审判，
同时将荣耀归给上帝。他们呼喊说：哈利路亚！救恩、荣耀、全能都是从我们的上帝来的。也为了将来羔羊的婚宴来归荣耀给上帝。这羔羊的婚宴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耶稣基督将如同新郎一样来迎娶世人，正如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4节所说的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要信上帝，也要信我。在父亲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若不是这样，我就不说这话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为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。我要去的地方，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。这是值得欢庆的日子，所有的人都归荣耀给上帝。就如同约翰在启示录，他又继续的说道。接着有声音从宝座发出，说：所有上帝的仆人，凡敬畏他的，不论尊贵卑微，都要赞美我们的上主。我又听见好像是一大群人的声音，像大瀑布和雷轰的声响，说：哈利路亚！因为我们的主全能的上帝作王了。我们要欢呼快乐，颂赞他的伟大，因为羔羊的婚期到了，他的新娘准备好了。上帝已经赐给他洁白光亮的玛莎衣裳。玛莎衣裳是指的上帝子民的义行。因此天使对我说：你要写下来，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。天使又说：这是上帝真实的话。诗篇第7篇：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我的避难所，求你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，不让他们像狮子抓住我，把我撕成碎片，无人能够拯救我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若有什么不义，双手掂然罪污，对朋友恩将仇报，纵容无故对我行凶的敌人，就让仇敌追赶我，擒获我，让他砍倒我，杀死我，使我倒闭在尘土中。上主啊，求你奋起，在烈怒下打击我的仇敌。求你起来帮助我，为正义是你的要求。愿万民都环绕着你，愿你掌权统治他们。上主啊，你要审判万民，求你宣判我无罪，因为我无辜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审判人的心肠肺腑，求你阻止邪恶者的恶行，奖赏广行善事的人。上帝是保护我的盾牌，他拯救胸怀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日夜惩罚作恶的人。他们若不悔改，上帝要磨快他的剑，他弯弓搭箭，预备好致命的武器，要发射燃烧着的箭。邪恶的人图谋恶事，他们制造纷扰，惯行欺诈。他们挖了坑，要陷害别人，自己反而掉了进去。他们要因自己的邪恶被惩罚，因自己的暴行受伤害。我要感谢上主的公义，我要颂扬至高者的尊名。感谢上帝时常在我们急难的时候来赐下你的救恩。求主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